我有一個特別嘅體質，我發夢嘅時候會意識到自己喺度發緊夢，並且可以隨時喺夢入邊醒過嚟。今次亦都係一樣，喺夢入邊，我自己一個人身處喺一個無人車站入邊。突然間，車站傳嚟一陣廣播：電車即將入站，搭上咗呢部電車就會遇到好恐怖嘅嘢啊！把聲聽落去似一個毫無精神嘅男性，而且佢講住呢啲意義不明嘅內容。但係過咗冇幾耐，竟然真係有一架電車入站喎。與其話呢一架係電車，不如話佢嘅造型係好似遊樂園嗰啲遊園列車。列車上面坐住咗幾位面色非常之難睇嘅男女。我想試下自己嘅夢究竟可以帶俾自己幾多恐怖感，所以我決定跟住上車。反正如果真係恐怖到無法承受嘅時候，只需要醒嚟就得啦。我選擇列車由尾數過嚟第3個位坐。列車開始出發，隨住廣播響起，列車亦都開始前進。列車行駛咗冇幾耐，好快就進入隧道，而隧道入邊嘅景色全部都係我細個去嘅遊樂園入邊嘅西洋鬼屋入邊嘅樣。結果呢個夢只係反映出我過去嘅記憶，根本一啲都唔恐怖嘅。正當我咁樣諗嘅時候，列車又開始廣播：下一站係活切拼盤，活切拼盤。過咗一陣，我嘅後邊突然間傳嚟咗淒厲嘅尖叫。我擰轉頭一睇，坐喺列車最後尾個位嘅男人周圍突然間出現咗4個衣衫襤褸嘅小人。嗰個男人俾佢哋用刀刃切裂，然之後嗰個男人就被一刀一刀切散到好似魚生拼盤一樣。見到呢個畫面，我感到十分驚怕。點解我會發埋呢一啲咁恐怖嘅夢嘅？但係坐喺我正後方嘅女士，唔知點解都仍然沉默不語，好似佢根本就冇發覺到有人出事咁樣。下一站係劃七，劃七。我廣播啱啱先至講完，嗰幾個小人就已經攞住匙羹同埋叉出現，開始將坐喺後邊嘅女士嘅眼球劃出。冇幾耐，嗰個女士嘅眼部就淨係剩返2個窿。我感到非常之驚恐，趴喺前邊喺度不停打冷震。如果按照小人由後邊向前邊殺人嘅順序，跟住落嚟就係我會俾佢哋殺死。我一定要盡快醒返嚟。咦？但係醒返嚟之前，不如確認一下自己會受到啲乜嘢刑罰，先至醒返嚟都未遲啊！下一站係絞肉，絞肉。哎呀，呢個刑罰真係好糟糕啊！於是我好努力咁樣集中精神，嘗試由夢入邊醒返嚟。快啲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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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奇怪啦！平時明明集中精神去到呢個地步就可以成功醒返嚟㗎喎，咁點解今次會咁嘅？喺呢個時候，我已經聽到小人已經拎出咗鋸出嚟，準備將我絞碎。快啲醒啦！快啲醒啦！快啲醒！快啲醒啦！我不斷咁樣喺度默念，而鋸嘅聲亦都越嚟越大。正當我諗住今次死啦嘅時候，我成功逃離咗嗰個噩夢，真係好險啊！自從嗰個噩夢發生，已經過咗4年，我已經將嗰件事唔記得晒。但係某一日晚，我又發咗嗰一個夢。下一站係劃七，劃七。今次直接跳過前邊上車同埋活切拼盤嗰個部分，直接由劃七嗰度開始。
喺呢個時候，我已經意識到又係嗰一個噩夢，然之後又係好似之前咁樣，嗰班小人將嗰個女士嘅眼球挖咗出嚟。呢個時候我心諗弊啦，跟住我又開始默念醒嚟啦，但係今次好似比上次更加難醒嚟咁樣。醒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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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係教育，情況已經越嚟越弊家伙啦。佢哋又攞出咗終於醒返嚟啦！正當我為自己再次逃離嗰個噩夢而鬆一口氣嗰陣時，又俾你走甩咗啦！下次再嚟嗰陣時，就係最後一次啦。我確認自己已經由夢中醒嚟，喺自己間房入邊，但係最後聽到嗰個廣播絕對唔係夢境，係喺現實世界入邊聽到㗎。咁而家究竟要點算呢？雖然嗰次之後就冇再發過嗰個噩夢，但係我已經有咗心理準備，下次再發嗰個噩夢嘅時候，可能會因為心臟麻痹而死。雖然喺現實世界係心臟麻痹而死，但係喺嗰個世界係被做成絞肉啊！